什么时候台湾割让给日本那一年就刚好有电影，所以台湾割让给日本成为一个殖民地之后，有很多纪录片留下来，因为开始有电影了，所以刚好有些影像啊。第一个问题就是电影的历史只有100年，是人类的文学历史有几千年。第二个问题，当婴孩睁开眼睛啊，当你是婴孩睁开眼睛的时候，你是先用这个视觉看这个世界，还是先用文字描写这个世界？视觉刚好相反，刚好跟第一个答案相反，对不对？第一个答案是人类先有文字，才有电影。那第二个题目很奇怪哦，当一个人睁开眼睛的时候，他怎么认识这个世界呢？眼睛看到的世界。我们现在很难去问一个婴孩说，你看到什么？因为他不会讲啊。你现在也不太记得你当初睁开眼睛的时候看到什么？你睁开眼睛应该看到什么？谁可以回答我？你睁开眼睛的时候，你可能第一个眼睛看到什么？